个月有一个阿伯坐台北捷运淡水线，就伫个车厢内底夹刀夹出来爬孙啊！因为坐捷运袂当炸刀，这个阿伯抓罚款1万块。讲有真侪人替这个阿伯也咧担心，唔知阿伯啊，都爱卖菜卖偌久，才有法度纳这张的罚单。啊，台北市议员陈义军嘛想要帮忙，找阿伯找几啊工，总算互找到。啊，这个阿伯讲，伊感觉真见笑。见笑甲想要移民，伊讲伊已经失眠真侪工咯。台北捷运淡水线的车厢内也被瀑布纸坐伫涂骹摔得损，因为举刀啊，真侪人嘛是会惊向站务人员来通报。你摕什么车？菜刀啦。菜刀嘞，放在倒。我看，卖摕我看。违反规定，台北捷运开单1万块。消息传出了后，真侪人拢同情阿伯，敢是唔知影规定卖菜要卖偌久才会当达了？台北市议员找几落工，总算是找到伊原来。我是完全拢唔知影，唔捌你啊无法度，我想利用时间来写一寡条。因为这要写要超过2点钟啦。是啦，卖部变啊变乌布咧，我是一个老百姓，善良的老百姓。议员想要替阿伯来纳钱，不过台北捷运讲非亲非故袂当代纳。阿伯早起要到农地无闲，下晡暗时过要卖菜，电话卡几工，阿伯唔捌字，阁袂晓讲自己，总算伫咧山路的路边找到伊。卖竹笋是随着人潮而移动的，所以我们就很难在一个定点去找到他。阿伯真单纯，讲罚1万块，互伊几落工袂食袂困，互熟悉的人认出来，阁讲声笑，讲真见笑要移民，无要住台湾，险要互人认为是好野人，不过伊只是笑笑啊讲，伤见笑啊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